有好多大齡嘅女人，如果係想要快速揾個男人結婚嘅話，喺任何時候我都唔建議你騎牛揾馬，因為絕大多數嘅女人係根本冇辦法做到騎牛揾馬嘅。騎牛揾馬佢本身都係一個偽命題，即係你同一個男人你唔係咁中意嘅，同佢搞埋一齊，跟住諗住再識個下一個，再同呢一邊斷，即係你個心入邊裝住有一個人，你個心房入邊，你個心房啊，你間屋入邊已經有一個租客租住喺度嘅，有個人住喺入邊嘅，跟住你又想將你呢一間屋去掛出去賣出去，但係事實上往往只要有個租客喺入邊，你就冇辦法真正將呢一間屋去賣出去，你係做唔到嘅。我更加建議你係對自己狠一啲，同嗰個租客終止咗呢份租賃合同先，等自己乾乾淨淨，再去揾新嘅男朋友，咁樣先至揾得到。騎牛揾馬，90%嘅女人係冇辦法做到嘅。騎牛揾馬係適合一啲由細到大都係好擅長多線操作嘅女仔。90%嘅女人係根本做唔到，技術難度太高啦。因為你入邊有個租客嘅話，有一個男人喺度，佢係會影響到你嘅。跟住佢一影響你，你自己嘅狀態又會影響到你個新男朋友。你係冇辦法真正賣到出去嘅，你揾唔到嗰隻馬嘅。絕大多數諗住騎牛揾馬嘅女人，最後都係拖到自己1年、2年、3年，拖死一世喺呢一隻牛身上。因為拖嘅時間越嚟越長，到最後你自己都唔值錢啦，你只能夠係衰喺佢手上，你揾唔到嗰隻馬。